來看這中油高雄的林園廠新三輕工廠17瓦斗的時陣呢，這燃燒塔火是熊燒到正猛，而且佫青烏煙，民眾掠準講是出代志啊。中油表示講是因為這電力監控系統過樣，才會跳機，這安全機制就是甲缸內面的廢氣攏甲伊排到燃燒塔。然後環保局表示講中油有違反着空污法，上懸罰到500萬。針對着民代質疑，敢是因為為着要提懸產能地輸出問題呢？中油也出面賠回。中油林園廠紅紅的火舌清氣天頂，還有陣陣的烏煙世界杯。中油高雄林園廠的新三輕工廠，17瓦斗的時陣，規支燃燒台火勢熊變大，佫發出隆隆叫的聲音。就連屏東迄邊的民眾也會當看到這驚人的火勢，民眾無奈表示，哪會又過來呀？已經蠻多次了啊。蠻多次啊！今天看到這樣，我們嚇一跳啊。有啊。較早就安尼啊。平時天落了，伊開始運作的時，伊內底有一個廢氣的迄個，伊就一定愛燒掉了來的正常啊。民眾也擔憂，是不是中油是因為這一次的塑膠原料的缺工、缺料，以至於要增產，然後影響這次的公安的整個狀況。中油燃燒塔青烏煙，環保局 AI 監控系統第一時間掌握狀況，隨派人去檢查。環保局表示，是因為壓縮機跳車造成設備啟動安全停駛，不只個造成污染是事實，會依法罰款。而這已經是112年來第7擺。因為月初行政院長來視察，有要求中油要增加產能，提供石化原料。針對有議員質疑，是不是趕工影響到公安？中油也出面說明。一個監控系統的一個設備產生異常狀況。然後導致那個啟動安全連鎖裝置，然後再將製程氣體排放到燃燒島去做一個燃燒的動作，不是跟民眾所質疑的說趕工啊、缺料這個是沒有相關性的。中油表示，發生故障的設備不是中央要求提早復工的新事情，不只個設備跳車，一定要把積在鋼線內底廢氣消透出去。隆隆叫的聲音是為了減少烏煙，要把水煙開大造成的。等到廢氣排煞，就會恢復正常。記者柯家族柯超陽高陽昌報道。